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今日呢，咱想要来讲咱万城读册会旧年读煞的一本册，叫做《半岛之灵》。是安那咱会选这本册呢？这本册是咧讲这个越南的历史啊。含咱进前选这个韩国的历史原因就类似的，就是韩国含越南拢有几个特点，就是因足早呢，就含即卖中国迄片土地面顶的即个帝国有接触，拢有做过即个帝国的小弟，爱向即个中国的皇帝来雕工。而且呢，因嘛会受到即个中国文化影响，所以因拢曾经有使用即个汉文字。搁有即个统治者呢，会用即个儒家的思想来教育百姓。我用教育了呢，因到即个19世纪左右，拢有受到即个外来政权的殖民。所以即两个民族呢，拢拄好拢后来呢，拢有去脱离即个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即个历史。所以我感觉这相像的。另外更加重要是，即个越南呢，伊为1000多年前呢，就可能为2000年前，就有足强调家己文化的主体性。所以虽然讲伊互即个中国的即个无共的帝国殖民要1000年，前后加起来要1000年，毋过伊的文化呢，一直有法度去保有家己的即个主体性，足值伫台湾去学习的。其实呢，伫台湾的生活当中呢，实在是足定会有着即个越南人的。比如讲，阮兜伫即个菜市仔做工课啊，所以你看迄个做食的餐厅啊，小食店啊，内底佫有一半拢是越南人啊。因为即马即个做食的足歹请人的，因为你无就是爱入去灶骹佫热佫翕嘛，袂当吹冷气嘛，无就是譬如讲咱伫菜市仔下早2-3点就爱起来做工课啊，足侪台湾人是无法度应付即款的生活。所以就变做是较无选择的即个越南的女性来做即款的工课。所以这是我上早熟悉越南人的一个方式啦，就是较面做伙做工课。毋过我感觉讲我较面做伙做工课，毋过我家己对因的文化含历史是足青分的，所以我感觉讲嘛会足想要来了解因的背后的即个文化含历史是啥物货。所以咱就决定讲要来读即本册。对。即本册是即个八旗出版的伊是有一个即个日本，伊是日本人写的，伊是即个伫日本研究越南含东南亚的即个学者兼记者来写，伊的名叫做小仓真男沙刀乌古啦。伊为即个开天辟地就是为即个为即个传说开始讲，讲到即个二战了后，越战进前因独立即3-4千年进前之间发生的代志。越战的时阵，伊有小可讲着，毋过迄毋是伊讲的重点伊就是差不多写到独立遐为止安尼。对。所以要开始进前我先甲大家小可讲者即个越南的历史啦因为毋是逐个拢知影越南的历史嘛。对。有的人认为讲即个越南建国的历史差不多有3-4千年即个有一个建国之王叫做雄王是因的即个建国之王。虽然无足强的证据去证明讲即个雄王是啥物时阵开始，实际上伊管的即个范围伫倒位有偌大，这拢无伤济的历史的资料通证明。毋过即个雄王呢，是越南足重要的一个传说，因逐当的即个旧历的3月10号，拢会伫即个越南的北部拢会举办即个雄王的祭典。为即个越南的考古的即个研究内底，大概可以当知影讲，越南伫即个青铜器时代就有开始有即个原始的国家的一个形体出来而且为着要起即个治水的设施呢，开始出现一寡较中央集权的即个组织
有出现安尼。这有啥物好处呢？就是讲虽然中国甲因统治要成千年，毋过中国呢嘛袂当讲因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我伫恁内进前都有即个中央集权啊，所以歹势。我毋是恁干出来诶。对，所以因说因越南会去强调即点。对。好即本册的作者呢，伊有用即个 A 题跟 B 题A 组跟 B 组来解说即个越南的历史。伊讲即个越南的历史就是亚洲的国际关系史啊。对，因为越南伊的所在嘛，边仔有足侪东南亚的国家。越南的历史中的即个 A 题呢，是即个越南跟中国之间的即个对立跟交涉的即个历史。因来去足侪嘛，一下我要甲你侵占，一下我阁要去，你阁要过来甲我侵占即个 B 题是即个越南跟东南亚季风地带的即个无共民族之间的即个关系史。特别是看即个占族即个辽国当阵叫老挝啊还有即个柬埔寨柬埔寨甲即个泰国之间的即个关系。所以即个越南跟中国之间的即个疫缘伫即个西元前就开始啊。开始即个西汉的迄个时代维持差不多被成100年。无是维持100多年啊。中发生即个足重要的二程起义阁有即个独立运动即个可能是世界足早的即个独立运动。后来伫即个东汉的时阵，西元40年有即个独立5冬了后呢，阁入去即个中国支配时代500冬。了中呢，阁阁独立4冬了，阁互中国支配。安尼一直安尼1000冬的时间为西元前开始到西元939年1000冬的时间，安尼3入3出，才脱离中国的统治。后壁的故事大概袂青分嘛，就是中国来伊就会早啥物来呢？儒教、汉字跟中国文化。这大家拢知包括即个农业的发展啊，跟即个结婚的即个仪式跟即个关系阁有学校因嘛有早来。阁有啥呢？这大概嘛袂青分，就是贪污跟暴政所以其实中国人若是无伫遐学生因可能袂遐反对啦。毋过这因为因即个分配到即个外口的这即个大赛拢会学生啊，阁有足暴力的，所以这1000冬的时间的大细抗争拢断袂离啊。有的带头的人甚至是即个中国人的后代我感觉越南足特别的一个物件，就是你看中国人因拢是人已经搬出去啊，因阁要甲人情绪勒索，讲恁就是世代拢是中国人。毋过越南是安那呢？嘛无甲人情绪威胁就是人来啊，人啉着这个越南水就会变越南人呢。所以遐中国后代啊，伊嘛袂感觉家己是中国人。对，这样子厉害诶！到底想哪用的啊？毋知啊，是不是啉这个越南水，然后变歹变反骨？对，毋过呢，其实到即个经过这1000冬的这个统治，到10世纪的时阵，这个越南的权力机构、社会跟经济的组织，其实跟中国的这个官僚的体系已经就成了啊。好，即摆讲到这个越南安怎为这个中国独立出来？就是西元900多冬的时阵迄个当阵，这个东帝国的这个统治开始变弱啊，甚至呢，伊要灭亡啊。这个越南大概是伫迄个当阵无偌久呢，伊就去独立啊。伊足够看时机，你知对，你要落啊，我要徛起来
所以伊就伫即个时阵呢，伊就独立啊，建立即个五条五朝。趣味的时阵哦，伊去当阵吼，顾雕工甲即个首都设伫西元前3世纪个王国的即个首都古罗啊，伊就是要雕工去用即个方式去甲你讲，我就是无要照你中国的即个体制来行，因为后来中国甲统治时阵是有设另外一个首都的。毋过迄个当阵其实即个五世政权呢嘛是足无稳定的迄当阵因为才拄独立嘛，迄当阵嘛有亲中国较反对中国的势力。后来呢有一个叫做丁布领的人，丁布林伊伫即个五世政权后期的即个斗争内底呢，会去消除即个以外中国的即个势力，完成越南历史上头一届靠家己创建的国家。伫伊的手头呢，越南甲即个统一国家的体制弄好势，彻底独立。伊嘛毋若是去改伊即个地方的农村作为即个权力的基础，伊嘛无去堪旧的遐统治阶层合作。伊上位了后，有计划去执行即个国家的重建，去建立国家需要的体制。伊个足干巧，伊个冒险使用即个皇帝的名号，真展现出我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迄个有迄个气势有出来。越南嘛是为迄开始使用家己的年号啊，迄叫太平元年趣味的是后来人流传的故事，拢会讲伊有超能力。其实越南人伊若是拄着即种较有即款老人拢会去讲因有超能力因去讲即个丁布领有即个超能力，除了是要去赞赏伊的即个能力，嘛是想要去讲即个人呢是咱越南的人，伊无去受到中国风俗的影响，是咱越南食越南米、啉越南最大汉的人才。因就有去意识去强调安尼，所以讲因就是自上面顶到上下骹拢有足有意识的对外口含对内底讲，咱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咱因毋仅是讲尔，因嘛去做好准备。所以为这个丁布领到李朝、单朝400-500冬的时间呢，因若无用抵抗即个宋国的军队，含蒙国帝国的侵略，若建立家己的行政体制，编制含即个整顿因的军队，整理因的即个税制，还有做提防，还有即个开设即个越南的头一间大学。这段呢，我真的是足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迄本册，因为有足侪细看足趣味，足好看。真的，你会当看因讲因安怎运用对家己土地了解，佮有战术。连迄欧洲人拢拍袂赢的肯吉斯坦会看即个越南人安怎甲伊成功甲动落来，真正足厉害。讲了即个李朝含单朝了后呢，即个明朝呢，明帝国，伊搁再一届呢去入侵即个越南，所以越南呢，即个时阵搁有10几冬时间去受着即个明朝的统治。毋过即届就无偌久就互推翻啊。所以越南呢，伊即届徛起来了后呢，伊就开始去往南边去扩张伊的领土，含无共的文化含势力相战。当时呢，嘛去发展因的国家的制度含文化，一直到即个19世纪法国人来入去即个法国的殖民的时代，了20世纪中南北分离，一直到1975年才南北统一，安尼全部的历史差不多是安尼。毋过内底真正足侪细节，真正大家要去看一本册，真足精彩诶。
对，了，因为阮无要讲足侪细节的啦，毋过我想要经规个啊，我感觉足精彩的事件还是人物来分享。就是你头拄一开始有讲的丁氏姊妹，这就是你爱讲到这个女性的带头去反抗的一件做有名的代志。就是时间又转来公元1世纪，迄当阵的越南搁伫中国东汉的统治之下，迄当阵官员就是安那贪污搁爱乌白收税，所以百姓真正是喘气喘袂过来。就是伫今仔日的河内一带有一个贵族出身的查某叫做丁氏，伊结合地方的领袖叫施氏。两个呢拢是看袂惯中国的官员的鸦片，所以常常带人去替百姓出头。有一天呢，就是即个地方的太守苏丁为着要建立伊的威信，就甲即个团选的，就是甲即个施氏即个翁呢甲刣死。所以即件代志呢，就是掠着因某就袂爽啊，所以就决定要起兵反抗。毋过迄个书册嘛有记载讲，其实丁氏的起义甲因翁洪泰无关系，伊反的是中国官员的贪污甲课税，伊想要恢复越南家己的制度，互贵族甲地方的领袖重新接握经济权。迄当时越南的其实佫保留着母系社会传统，女性伫社会佫占有地位，所以丁氏出面领导，大家无感觉奇怪。佮加上伊家世真好，声望佮足悬，所以一番呢，就有差不多65所在的地方豪强拢出来斗相挺。落尾因的妹妹丁仪嘛做伙加入，所以这两个姊妹仔呢，就变做是反抗中国的核心人物。大家呢，就尊这个丁氏为女王伫杭州，就是今仔日的河内遐建立王宫，拍出着减税恢复旧法的旗号。所以伫迄3当呢，越南是真正短暂独立个脱离着中国的控制。毋过因为即场起义就互东汉的皇帝光武帝足紧张的，所以就派出伊的名将叫做马援，伊率领差不多2万兵就是去越南征讨，征讨，落南去征讨就对啊。双方对峙一战，因为天气无好因为嘛是即个即战争即时阵其实嘛有拖一点时间，佮加上越南的军队有人反背，造成军心低迷，所以即个丁氏姊妹呢，因决定主动去出击，结果失败。所以因撤回杭州的时阵呢，就互迄个马援掠起来。所以这独立就敢若维持3年。因其实即件代志有影响到因后来的人，所以后尾呢有一个叫做赵夫人的传说，嘛是女性带头起义，嘛是最后一届由越南的女性主导的一个反抗。毋过迄届佫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起义呢是联合中国人甲越南人的领导阶层抗议中国一只牛被骨力颠皮。所以虽然因的起义失败，毋过越南人嘛是尊伊为南方的女性。所以按丁氏姊妹甲赵夫人这3位女性因代表的，毋那是女性的勇气，嘛是无想要互越南统治的民族精神。我迄当阵看到，我就感觉真无简单，因为2000当前女性去带头来做即个抗争，实在是对啊，感觉伫我伫我的文化内底较无。毋过嘛是因为迄当阵因的社会佫毋是父权的社会，嘛是有差。对，真正差足济。第二个想要讲的就是因汉语甲脱离汉语。
我感觉这嘛真精彩啊！就是越南伫中国统治之下，头拄仔讲的差不多1000年嘛。啊，这段时间、你头拄仔有讲过啊，就是这中国的官员制度文化一直不断地传入去越南，想要是实讲传入去儒家的思想理念，教人进产搁加带啊缩写，引入去汉语都会都建立学校，啊，毋过遮学校拢是用汉语伫教，所以呢，迄当阵规个越南的社会，你若想要做官读册出头天，拢爱会晓写汉文、汉语嘿。啊，毋过问题来，就是遮有地些人用汉语，安尼老百姓是要安怎写家己的话？所以就有人开始借汉语的读音甲意思去斗越南语。嘿，所以因这就慢慢发展一套新的文字，叫做宜南。嘿，啊，宜南呢，就是越南版的汉语，看起来足熟悉啊。啊，毋过咱可能真正是读袂出来。啊，毋过真正会当写出越南家己的语言。嘿，受后来的有2位足重要的人，叫做胡桂丽甲黄文惠，这2位政治人物，甚至是推动用宜南写公文，啊，搁还四书五经，嘿，因为迄当阵的学校拢是爱用汉语嘛，所以伊就去还遮的册用宜南去教遮的越南人，所以因想要互越南有家己的声音，不再是只是中国的影安尼。啊，是到后尾，差不多17世纪的时阵，欧洲的传教士来传教，啊，因就感觉宜南受歹学啊，因就即个传教士呢，就改用拉丁的字母去拼越南语，啊，上有名就是即个这串。上有名就是即个 Alexander Roth， 伊建立一套拼音的规则，就是后来咱正是看到的越南语。啊，一开始呢，越南人是无兴趣要学的，因就感觉啊，迄外国人发明的啊，咱学这是要用啥货？啊，毋过到19世纪法国殖民的时阵，为着教育甲行政方便。法国人开始大力推广，大家才发现讲，这字真好学，搁好印刷，结果真正就取代宜南甲汉语，啊，才开始越南文字的新时代，嘛象征因伫文化上的独立安尼。对啊，我感觉这个文字吼，含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之间的关系，真正是其实是就歪呢。没错。对啊，改变你写字的方式，就会改变你的文化。嘛会改变你思考的方式。对，对啊。啊，后壁我想要讲2个，我感觉真重要的人物啦，因为为这个定式姊妹开始了后，因的每一个王朝其实拢有一寡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这本册内底嘛有一个甲提出来讲，啊，毋过我这摆想要讲特别提出2位啊，是较近代的一位是这个潘佩珠，一个是这个胡志明。我感觉因主要是因为因较近代拢是这个差不多法国殖民时期开始来做这个革命运动的人，啊，我感觉是真有咱这个时代这个参考的价值，甚至咱几年啊，台湾在准备这个为着战争来做准备哦，就这概念含因迄个时阵拢是有相通的。没错。对，啊，像为这个潘佩珠开始伊出世伊当多这个法国呢控制规个这个越南的南部，所以伊少年的时阵呢，亲目就看到这个越南受到这个殖民统治的状况，所以伊开始差不多30几岁的时阵就开始组织这个革命运动。啊，伊的运动呢有一个互人和改号一个名叫做维新会啊，就是维新明治维新迄个维新吼，因为其实有感觉是有小可相共，因为伊就批评讲迄当阵顺化朝廷即款吼，家父长制度吼，含
旧的即款教育已经无法度应付现代社会，更加无可能去解放民族。因为所以即个国民的心灵和精神的状态，拢必须要对即个新的时代来做改变。还有一篇文章伊来讲，这种法国人即摆越南进前，越南人惊知影中华。对。法国人入来了后，就惊知影法国。世界外口咧改变，国民拢无咧关心，无咧注意。尤其是我感觉，因为咱是安那呢？考试考啥，咱就学啥嘛。迄当阵的国民知识呢，就是迄个科举考试的即个文章啊，所以大家拢惊知影即个汉学，就是伊咧讲的即个旧的教育啊，一定即个科技已经无法度去应付即个新的社会啊。所以伊迄当阵呢是负责即个革命运动伫海外的工课，伊阁有去见即个杨启超啊。即个杨启超呢建议伊要爱去，你着爱培育人才，来接即个革命的运动。加上讲伊伫日本看到讲日本呢因维新了后近代化，佫会当去保留因的家己的传统，所以伊就开始甲大家讲咱爱去东游啊。所以伊就送这东游什么意思呢？就是送这个越南的少年人去日本留学，来出现讲这个东游运动这个物件。一般人在评论这个东游运动是感觉认为讲伊是靠这个注重对越南人的宣传和教育去做这个斗争。伊的反抗的方式是去加强对越南人的宣传和教育。一方面呢，伊是去加强这个国内民众的知识，发展民族力量，扩张民权。另外一方面嘛，向这个海外有力的这个国家去求援，请因来斗相共。佫有企图要去团结多数的民众，去达成讲社会上所有的阶层的团结，所有的阶层。这就强调所有的阶层。佫就是爱有这个国际合作的精神，佫爱去重视这个民族文化和文化的这个发展。所以就是对外对内拢去注重到。新的知识和这个越南本体的这个文化和这个艺术呢，嘛有注重到。后来国内嘛有去响应，去成立叫做一个东京艺术，就是艺术啊。伊若教这个欧洲的科学呢，若继承这个越南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遗产。这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拢爱教，拢有教。目的呢，就是要培养这个独立的运动的人才，爱有会当带领这个运动的人出来。这个艺术呢，伊是无向学生收费的，全部靠这个现款来经营。后来有足侪所在拢有成立类似的学校，就是越南各地，就互这个总督府发现啊，就下令讲爱关起来。所以你就知影讲，伊这个影响力是足大的，才会互迄个总督府呢去下令给关起来。对。我读了这段了后，拄好去到一间伫英国的一间香港的餐厅，看到因伫英国有一个组织叫做谢晓清人道资源基金。这个基金呢，伊下骹有一个奖学金，就是咧做看这个东游运动足成的代志。我感觉哇塞，差100无共的这个敬舞的这个民族呢，嘛来做类似的代志。对，因是不是有去读到这个越南独立的运动的故事？我感觉加强国内民众的知识真正so重要。无臭书仔嘛，真正麻烦。对。好，后一个我想要讲的是这个胡志明。这志明这个人就趣味，因为伊大部分的时间拢伫海外，伊换过足侪国家，佮换过足侪名的。这个胡志明敢若其中一个尔。
伊嘛做过足侪石头诶，受过即个海员诶训练，做过即个总铺诶，啊，佫有做过军员。伊诶生日呢嘛有足侪款诶讲法，毋过最后伊选择甲即个伊诶生日定伫即个越南独立东盟成立诶日子，互逐个毋免特别为伊庆祝。伊真正家己定家己诶生日嘛，算是真厉害呢。对啊，伊讲你莫甲我过生日，啊无就定伫即工好啊，堪即个越南独立东盟过生日共一日，嘿，真正堪迄个奖价差足济，啥物屁小代志拢要放假纪念。对啊，所以我感觉伊就值得咱注意的是伊的即个政治判断能力含伊的思想。无错，嘿，伊大部分的时间呢，拢咧跟法国对话。因为迄当阵因的殖民者是法国嘛，伊有向即个巴黎和会发表请愿书，要求互越南人即个什么言论啊、集会、集社什么的自由。伊嘛有加入即个法国的社会党，所以互伊即个请愿书呢，会当刊伫即个社会党的即个报纸面顶。过当当呢，伊搁伫即个社会党的大会面顶呢发表演说，因为伊讲伊发现讲呢，即个伫即个殖民地伫因越南的遐法国人足恶质的，毋过法国本土的人其实无啥共款。问题是法国本土的人对殖民地发生的遐足残忍的代志，拢无咧关心，无咧关注，所以伊希望讲用即个演讲呢，用法国人的语言含社会党的思维去诉求，请这法国的本土的人去注意，去支持即个殖民地内底，因为反抗帝国主义受到压迫的即个居民，伊讲呢，即个无产阶层爱含即个防压迫的民族爱合作，等于是甲一部分的法国人诱去因的身边，毋是因的对立的迄面。我感觉即个论述，我感觉足强的。这是对法国。对越南国内呢，伊一直强调讲爱合作，爱甲人民呢团结起来。这是伊直强调讲，这是所有的人做伙的抗争。比起讲一部分的人去造反，去摕武器去拍社会大众的一个参与呢，所有的人来参与，会变成一个足大的政治压力，对这个市民体制造成威胁。所以一定要所有的人，所有的阶层。所以伫这个社会大众内底，伊讲的这个社会大众内底，包括工人啊、农民啊、妇女啊、青年啊，等等拢爱有。而且呢，伊爱发展这个民主阵线，互这个思想进步的法国人含这个布尔乔亚加入。所以后来呢，伊去组织这个越南独立同盟呢，这个越盟组织就是拢有包括着所有的阶层，除了头前讲的遐个人，对工人、农民、妇女等等，佮有宗教团体，做生理人含地主，就是咱甲即个共同的目标放伫救国，咱的国家。当大家莫分你我，安尼因的核心呢是农民。因为有一部分的压迫是因为农民受到压迫嘛，就是像咱迄当阵迄个种甘蔗的人，毋过因伫即个庄卡是安尼讲，入去都市内底，因会去争取即个知识分子含学生的支持。因这marketing 学了就好。对，我感因就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有钱小看对。过来讲着讲伊的这个政治判断力就好诶，就是伊伫1941年的时阵伊就有暗算着讲这个欧洲战争会结束伫这纳粹输的时阵。所以呢，越南若是要以这个民族解放作为目标，脱离法国含日本的控制，因就要紧甲所有的阶层、宗教含政党甲团结起来，来组织一个民族阵线。
所以伊伫迄个时阵哦，就是咧真正迄当阵战争才拍一半尔嘛，佮有4档嘛，啊，阮即摆看是佮有4档，啊，毋过因迄当阵就感觉讲，会安尼，所以呢，伊4档前就开始定出即个因的战略，啊，开始增强游击队、兼自卫军的即个实力，啊，佮有建设游击基地。哇，这个实在是超前部署，真的。啊，后来呢，这1945年的美国伫日本投弹迄个原子弹嘛，啊，迄当阵佮有一礼拜日本就要投降啊，所以伊马上呢，未投降，伊即个原子弹才弹落了，伊随来召开即个全国大会，召集所有的政党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去定出一个策略，啊，要伫即个盟军来到即个越南进前呢，为日本的手头，甲即个权力呢，甲摕落来，成立家己的政府。甲赶伫啥物？对，上厉害是啥物？赶伫即个蒋介石搞进前，赶紧宣布独立，成功撇免即个蒋氏政权。啊，这够巧，伊真正是伊可能通通灵哦。对啊，我即摆都在唱中华民国。太硬啊！免唱啊！对，最后呢，伊人要过身进前吼，伊就大概迄当阵大概个讲哦，伊是外交拄外交啊，啊，伊是一个伊就讲我过身了后啊，恁莫甲我纪念，你啊我的身躯去烧烧的，啊，迄个符去压伫北部、中部兼即个南部找一个山峦甲压的就好啊。啊，你伫遐你起一个公园来纪念伫即个战争当中牺牲的人，啊，培养大家的爱国心。啊迄个公园莫甲我去放啥物石碑啦，莫放啥物铜像啦，你爱去即个广阔坚固的即个建筑，搁爱种树啊，互大家来遮会当休困。大家若来到遮，拢会当种一丛树啊，遮呢就久啊，就会变做一片树林，安尼就足水诶，哇，搁是含即个蒋介石实在是差足济，真诶天甲地呢，对，对，所以我感觉小小蒋介石无是安尼小小啊，你看甲像是可压的日头，对啊，对啊。对啊，即摆伫迄个慈湖，佮有迄个蒋介石铜像诶，即个铜像林啊，对对啊，所以我感觉安尼来看，即个越南民族诶精神有几个足重要诶元素啊。头一个是我感觉因诶民族意识建立甲足早诶啊，毋知是毋因为足早诶，就是伫西元前都有中国有来往啊，中国诶统治者一直拢就想要入侵越南，所以伫西元前已经开始有即个民族意识啊。所以因有即个意识了后，2000多年来嘛一直保持即个咱含中国无共诶即个意识伫内底。第二个是即个女性拢一直拢有即个带领即个地位啊。对，所以即本册就是甲咱讲伫迄个越南早定2000年前，就由2位姊妹啊带领反抗帝国，其他的国家佮掠妈妈10箍的时阵，即2个丁氏姊妹啊甲赵富玲，即3位女性的连续差不多200年的领导越南去反抗外族，虽然讲伊是失败啊，毋过因的精神就一直传落嘛。
所以就是讲女性毋那是民族的一部分，嘛是更加是民族的灵魂。哦，对对对，系啊系啊，对。而且毋尔是即两个哦，毋尔是反抗。我伫册内底后壁嘛有看到有女将军的出现呢。对对对对对啊，我感觉有写诗的诗人啊。哦，对对对，啊，另外一个我感觉足趣味的，就是因咧拜拜啊，因定定拢会拜即款的反抗的人物的。对，无像咱拢拜迄，咱拢拜袂当讲台湾啦，因为台湾咱啥物拢嘛有拜，啊，毋过就是无因毋也是拜迄个成功的人，毋是讲地成功，是成功的人。因嘛会去拜迄个反抗有反抗精神的人，带领反抗的人，我感觉即件代志就反骨就好诶。对，对。啊了呢，就是因有一个足特殊的社会结构，就是即个川部落，因有一个川落共同体组织，就是因即个即个庄仔的力量足强诶，连即个皇帝的权力嘛无法度到即个组织的运作内底。而且因为足侪即个开国之君嘛，毋是即款就是毋是迄款老爸传互囝儿的即款贵族，拢是堪农民还是渔民做伙伫即个农村堪渔村大汉的。对，所以你可能细汉的时阵会堪未来国王伫迄个海边啊做伙掠鱼啊迄款的。啊，无是做伙进产即款的。对，迄隔壁迄个阿明啊，堪你静的就变国王迄款。对，啊，因即个结构，我感觉毋知，我感觉堪咱的即个原住民有小可部落小可相共，所以足侪就是中国的政权来去，啊，毋过足侪嘛无法度入去到因即个庄仔内底的即个组织内底，对，因都无啥物受到遐影响。对，啊，因为一个村，因这样足团结的啊。对。所以做歹，我感觉应该是无好拍入去因的迄个坑啊。啊，你若是真正有啥物代志发生，因这一村的佫会团结做伙安尼，所以对，啊，佫有一个就是因的即个村落佫有用年龄来区分的即个组织，就含即个咱的阿密斯还是绑扎就行诶。因会有迄个年龄阶层有无？拉啥物诶？对。我感觉就趣味，因为尤其是即马人伫花莲咧救这个乌迄个土啊，因咧对即个灾情的即个反应咧，拢是就挖靠因的即个组织诶。对。对。啊，佫对家己的民族甲大的所在做熟悉。对。敢像你头前讲的五四政权嘛，伊就是足知影家己的民族甲土地，所以看迄段时阵真正感觉足精彩。伊佫知影水的调色，啊，利用遮的优势去拍赢中国的军队。对。啊，嘛是因为安尼，原来是目前世界唯一拍赢蒙古、中国、法国甲美国有经验的国家。因真足歹算入面的呢。对，因真正战斗民族诶。真诶。对，啊，毋过真正就是你足知影家己的土地，你会知影讲，我遮的海是安怎诶？啊，啥物时阵迄个啥物时阵靠涝，啥物时阵水涨，吼，啊，佫有伫山区啥物所在会当起即个游击的基地，啥物所在无法度，所以哇。啊，佫知影天气啊，啥物影响？对，这就像迄咱古早时代迄个原住民诶，因拢会知影讲啥物所在会当起厝，啥物所在袂使啊。迄是后来去互日本人含汉人去赶去无共诶所在大了，才害因即马定拢会受到即个风台啊是水诶
即个问题。对啊。所以咱真正爱尊重即款的知识。真诶，啊，佫有对抗强权，骹骨无软。对。就是真正即本册大家一定爱去看。你感觉即看即本册时阵，就感觉越南人就是溜溜秋秋食两蕊目睭即款的。审时度势，就是因伫面对大国时阵做要安怎讲啊？做美丽啊？嘛毋是做美丽，做溜溜秋秋，溜溜秋秋，对。啊，毋过大国要甲拍时阵，伊嘛无咧假笑，是拍死袂摕迄款的呢。对，因就是嘿，做厉害。因会就嘿，你讲，因会就知影什么时阵爱落软，对啊嘛会软会落去，对。硬会落去，对。甚至呢，有当时伊会假身假讲我要退军啊，我要拍啦。等候人无注意，才用上规身躯的即个气来甲扒落啊。对。真做，毋过小镇就是安尼啊，爱什么啊？兵不厌诈即款的嘛。好，对。就搞出家己优势啊。无错，对。对啊，最后一个就是拄则讲到，即因的即个带领，因的人吼，拢有读册，而且拢有真正的即个国际观，毋是看中国毋是陈文茜迄款的国际观啦。毋是敢若有中国的国际观。对啊，我感觉这真正是最重要的。对。所以呢，今仔日来读这本册，感觉真是哇，真正是足鼓励大家一定爱去看规本册，真正足好看，真正足精彩。对。因才是真正的龙的传人。无错。是毋是龙才会安尼溜溜秋秋啊？若是即款龙的传人，我会使诶。我嘛会使啊。笑死。好。咱这结束应该放社会是溜溜秋秋。爱版权呢，爱版权。好，安尼就推荐这本册互大家啊。其实咱真正有是跳过足一重点的，已经咱想要讲，毋过真正就值得逐日一读的。真的，规本册拢足精彩的。对，才推荐互大家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丢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人来买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清气的土地。丢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